呆呆战学校是一款趣味的即时对战手游，战斗方式可以想象成是一个弹珠台，可以借由拍打果实、摇晃手机来让果实掉进桶子里。不同的桶子可以发动不同的效果，有攻击、补血，还有魔法效果与酷炫技能。玩家还可以借由触碰萤幕来扰乱对手，像这边很多脚印就是对手触碰萤幕制造的，要把它们消除才可以让果实顺利的掉下去。在游戏中可以借由破取任务来抓到更多的呆呆，每一只呆呆也都有自己的造型与技能，经由训练、锻炼技能、亲密度的培养，可以让每一只呆呆与众不同哟。在登录游戏时，我们要选择自己的学校，可以在大厅中跟同学、校友聊天，也可以参选会长，获得名声，还可以参加全国竞赛或是朋友对战，让你的超强实力被世界看见。游戏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这16只呆呆都超可爱的。玩家在达到目标条件后，还可以兑换实体奖品，像是贴纸、徽章，实在是超佛心的。游戏会在10月13在双平台上线，大家赶快一起来捍卫自己的学校吧！不知道你程度这么差。